袂酸，啊，不过若嘛应该会酸啊。你嘛小坐来休困一下，马公主伊也袂遐尔啊紧就转来啊。伊家一个人去山顶见迄个周济主，实在让人足担心的。可是咱两个人若是当陪去，安尼敢是应该斗相共？但伊是好意嘛，讲你是金鸡玉晓之身，所以毋则毋爱互你去山坐。玲啊，哈？你想迄个丁翠富，敢真是会伫迄个凤阳山？这还有，敢真是有一个人，身水甲夏江良一模一样。毋都真奇怪安尼。你问我是将我当作神仙，还是将我当作迄个凤阳山的山贼啊？四十五几啊？小姐，啊你做你放心，在这等马公主嘛，伊是以拜山的名义去的，免啊有危险的。到阮这出身武林世界的公主爷，也会来到阮这凤阳山拜山。当时啊免嘞，我的想哦，一定是有目的。要若无哦，咱用这金银马车架车哦，伊也袂来甲咱这山这啊，把这山头啊搞我，你知？我想哦，伊真有可能是为着丁姑娘来的。这可能。我听讲哦，丁子勇是伊的未婚妻咧，你知？这来，干。有头啊？心内是心。你讲迄丁姑娘，是不是我查某囝丁翠武咧？啊，这。哎呀，你有呀？咱这就是爱讲话啦，大家伤济啦，唔知叫老大家来遮分，卖啥哩？啉烧酒啦。好，来，你有头啊？我是未够早。我求你，你甲我讲来拜山时，是不是叫马头路？是不是叫马头路？在下到处，一来是要来拜山，二来是要找寻我一个朋友。哦，马公主，你若知影你朋友伫凤阳山，在下经过出山的时阵，真巧拄着周济主手下一名的头目。当时伊身受重伤，而且已经得要断气了。哦，对，本山这有一位叫做和平的头目失踪去，一定是伊。也毋过，伊是安怎受伤死去？我听伊讲，该受伤的人真像我一个朋友死后，而且伫咧山济做客。哦，原来就是安尼。是啊，真巧！我本山这内面有几个朋友来遮做客，我用个车车互你看着。来，带车客房的三位大爷出来，是。马公主，请用茶。多谢周济主。马公主，你无需要我多谢，我若法当帮忙着你找着朋友。这就是我做上好代志啊！来来，用茶用茶。这三位大爷是不是有你的朋友在内咧？哦，三位兄弟，请恁去后街饮酒，小弟随后就到。切。周济主，听伊讲山济还阁有一位姓丁的姑娘是？有。来，带，将丁姑娘给请出来。是。
祭祖，马天华会来这个山上拜访你，一定是为着我甲中秋来这的消息泄露。你若要接待到伊的时阵，就要十分的小心。伊是挂冲山最主要的人证，你就要想办法，互伊完全对这个消息拢总无怀疑，才袂对我不利。马公主，这位就是我师妹丁秀文。周财主，我要找丁姑娘，并不是这个姑娘。哦。马公主，我内面的人客你已经拢看过，假使你若是还唔相信，我就通会当陪伴你来中街行行看看。那呢未免太搅了周财主咯。这是为我家己好。假使你心肝内啊无看清楚，你一定要怀疑我嘛。我就像请夏公主甲丁公就藏入我的鞋内，所以我周通我就真歹做人啊咧。切。这间房间是像一个大哈？马公主，这间房间哦，就是阮牵手咧住，即摆拄啊生产地，未马月了，所以甲收入寒着咧，窗仔门拢锁起来。哦。假使马公主若是想讲，我会。没，我是一个查甫人，哪有入去过来房咧？周地主，真歹势，今仔日叫了要真多。在下要搁赶紧来去挂冲山，故事。好，马公主，那安尼我来勉强你哈。多谢。好，请讲。伊要赶去挂冲山，分明是要去作证。马天罗，小龙并无害死我，你若赶去挂冲山，你早晚会后悔。永远的你。
反送你，伊袂阁甲你问啦。啊，就准做讲伊若问你，你都做你照实甲讲都无要紧啊。咱是着去救这灾民，这是好事呢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嘿咯，好嘛。你若安尼，我即马就紧来甲伊讲，若无我是绝对不起朋友的呢。当的，好，你哪会遮急性啦哈？啊，就等咱来去挂冲山，代志若办好势了后，倒转来，我再替你来去甲伊讲，安尼毋就好啊？啊，是安尼啦，就搁等甲安尼久嘛。遐就是后港，搁行几步啊，咱真紧就会当赶到挂冲山。后港有一点仔先西工，去受着西工，是毋是会去受着翠雨？想起我细汉的时阵，拢伫迄个西港边，伫咧耍水。是讲今日咱是伫咧赶路，啊若无咧，我一定来跳咧迄个后港，水该爽一下，较欢喜的走白。是啊，这个时阵你还阁会想着讲要落去耍水？大哥，你敢真是一点仔都拢袂紧张？啊，生死是主好好的，大姐有啥物通紧张咧啊？
段路唔通过用钱行。这已经是第二摆啊！只要若是讲到男女间的感情，伊拢是故意摆甲我深淡，到底是为着啥物呢？拄则伊伫咧看江水，看伊的表情阁真痛苦，分明伊是去想着翠雨。笨着，大哥心看来，伊阁是伫咧爱翠雨。应兄弟啊，现在已经是伫咧申时了，五时若是到，咱就要到灵仙谷当众人的面头前，将下江龙的代志来审问一个水落石出。你到现在还搁伫咧考虑啥物啊？少年人就是少年人啦，较无迄个忍耐性，较无定性，不必亲像咱这误会啦。总是比咱较少年就对。另外啊，外面有2个人救去，是啥物啊？因2个人唔肯讲出你的姓名。哦，刘兄弟，但是你要审问这件代志的进程，最好你也是片面去见证无人啊。对，我甲你讲，你家讲的孙明大也无伫咧。一定5时才会到这个灵仙谷。胡明啊！你这个我干，林师兄见你嘞啊！在下林师秋，李位是定海岛江大勇第3户刘强文。哦，原来是下江龙的师傅，幸会，请。哦，真久毋捌看，久仰啊！因为听讲的是20年前，恁着良心发现，改邪归正，退稳干部，实在要成令人钦佩，令人钦佩啊！无命，没到加讲话啦。阮今仔来到这个所在，完全是为着小龙来。这无你的代志，你行你的去，行你的去。是啊，行。袁大姐，小娘若是犯到真大错误，我绝对会请你赔付。假使伊若是有冤枉者，我绝对唔是还任何委屈。李位的意思是要亲自在灵仙谷。啊，不是，我才无信你这套的。袁大姐。我为着要刺探小龙的心地，我已经安排好了解了。好大啊！安尼哦，一世界就是敢若山啊、树啊啦，连看着路都无啦。爸即马要去灵仙谷，是应该对倒一边行嘛？啊，无恁乖遮等，我来去问路啦。吼。阿伯母，这山内拢总是毒蛇了了，你家己都要较注意呢。我啥物拢唔惊，我来行免好尔。这下仔大，伊就天也唔惊，地也唔惊，讲有哪敢若会惊好？哎呀，讲的免好，毋是真是好呢，讲迄个免好是查某。大将咱查某会当作是好，不行，足行的。我上惊免好，我偏偏搁去当着免好。就是都有免好，来就到我来听啊！就发挥了。就是啊！
啊！